表姐咧，阿龍車那人我暗去咯，我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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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姐咧。電子嘛，最電子嘅人咧，最電子嘅我跟你講，舊叻咧，舊最電子最暗淡嘅車叫啊，舊到最電子嘅最暗淡車叫，冇人唱佢按電子嘅暗淡啊，人家講電子暗淡咧，咧識叫電子暗淡呢啲啊，啊會要人家舊叻舊到一支幣可以跟人講嘅，我問你，嗰些電子嘛咧，正常嘅咧，正常嘅人啊，一支幣可以一路講啊，真唔用啊，你出咪搞最亮嘅話。你個阿龍村講我咪啦，阿龍村就要老婆啊，
你冇本叫老婆調晒你啊！你只擺去你家己講啊，抽佢調資了啊！你係我阿農村老婆人個鄉啊，甲你講，你咪好窮人個本個叫調嚇，電機嘛，你真早電機嘛，台電機嘛，講人電機，你看你有叫真啊！你只擺去甲農村洗啊，農村湯啊，你係電機嘛喎？係你真要你只擺去單晒牙嘅，單晒買架仔兩嘅，你老公啊仔又硬嘅扛嘅係冇啦，用少日嘅係冇啦。設計搞掂嘛，馬上你跟你的老公講，你只擺去電機嘛，叫電機啊！你說啥講人電機那些電機嘛叫錢的吧？你只擺去你咪跟你的老公講嘅。農村你只擺去咧，條機你話唔係少啲生活面。仲有咧，現在台電機嘛，你咧真早係電機嘛，係啊。別生你看你作到微密到這樣就咪弄啊，你老是有問題啊。係啊，你作到微密到這樣就用啊，咁你些聲音嘛，寫你用啊，人家寫個橡皮殼你啲寫個啲嚟電嘅，事實你肯聲音寫到咩？你都50萬歲啊，還寫埋藝文嘢，你作跌到這樣都好都冇用，等幾冷啊！你因為你老了啊，老白咩啊，他是老白咩啊，其實經驗是開通啊，你兩番家己成間老時佢都唔啲啊，你唔啲佢老啊，你啲朋友家見到佢身材安正啊，你啲其實唔啲佢老啊，咁你要老了啊，老到人家講個雞巴要打雜了，你啲自家好做，你時做到咁樣啊！你記得啥沒人看，特別沒人調你知啊！你徛開都冇人調啊！咁你講下啊，逐啲嚟講啊，你徛開都冇人嚟調啊！因為你知咪真係老了啊，點知嘛？你想你無先將你落來，你知咪按多年啊？唔係按硬你嚇。你你講西子彈啊，你要聽廣東話啊，廣東話講西子彈啊，意思西心機啊，你扮啊叫這樣冇用啊，你幾擺都想當然啊，因為你真正老了啊，你50啷歲啊，你你50啷歲，你幾擺想當然了，你講西子彈啊，西子彈意思你按好心機扮自己要叫這樣都好啦。跟人看落都冇心機了啊，唔會人再唔後硬啊，他說再唔後硬啊，嘥心機啊，我又講一講，一咪有一客家話，你應講嘥心機啊，咩啊？我講話就要壓力長啊，在香港看你們見我講不便宜麼？嘥心機啊！還是嘥心機噃我用50幾又50嗌話，熱拎個拎見樣嗌你啲朋友家，幾時樣嗌錢多啲咯啲，幾時樣嗌錢多啲咯啲，按實睇翻按實啲，嗌幫大家13點上炒啲，見你每日上去13點咪叻喺度樣嗌，你喺度家農村可能唔做得就上去調查嘅，你們農村係冇？所以我講本來農村你買照先用啊，事實佢農村我本來佢買照是咩唔見馬佢話，我見馬過係我先行到生次啊，我本見農村200人生次你買嘅飯，我講農村你安白天我講呵，我你安生次買嘅飯，我講佢很麻煩啫咯，猛係賣啲肉梅咯，唔係賣肉梅間，佢麻煩啫間。佢講麻花姐嘅紙幣呢，都要埋晒掉突間，我呢度幾麻花姐我聽到眼好笑啲啊！先命我喊佢媽話，朋友家先命我係埋農村媽話，佢媽過去聽我過去了下，我聽話農村媽安生次啊，我講啊，我農村200人白天媽個杯安生次我講呵，我要嗰陣時我跟麻花姐冇，佢向麻花姐我聽到安生次我要講本件女米照一樣話。我說咩用？農村我本嘢呢麻花這是唔係話，我冇做呢雙細朋友，我人冇安排，然後我人冇安排，先講我正常喐梅啊，跟喐梅又轉裝我先講拖啊，佢冚家人道念聲我求我俾佢搬家人道念女話，
家係咪懷疑啊？朋友家提熱咧，我用50年喐妹話，我時細先我咩講50幾時，冚到我都到咧。咪有唔會聽見啊！呢方面啊，朋友因為佢睇品喺自家香港喺，加上自家都落世界度分鋪面啊。你話世界分鋪面咧，你聽見到咪嗱？呢個雙臭因為意思嗱，冚到佢踢過盤咧，自家見下啲買咗咧，因為佢騙人花仔女啊，佢價千兩三騙人花仔女，佢很難啱命啊，壓到啊呢啲啊。你騙人花仔女，你冇大啱命咧，係冇人壓啦。佢下都甩啱命話，佢講嗌看西牙花仔係咪花仔撥劍要講嗌話，要大啱命話。過嚟咧，佢講香港嘅 police 加印尼 police 合作咧，要大啱命話。啊，過嚟肯要用係咪嗬？要3樣大啱命。過嚟肯要用嘅時候，我上下都唔記得啦。佢要3樣，肯要用啲咪樣？我上下先記得啦。你田家女好，你冇大啱命啊？你大啱命，你先係掉晒你話。你田家女你做你田係啊？你本事啊？特別你冇大啱命啊？你不明啊？你冇那啱命咪俾你騙你嘅女工具啊！阿公你啊，梗係同爸爸去雞喎。你唔有好出糧？唔係啊，我俾阿哥哥啊。幾杯嘢啦？嚇？你啲人你騙人花仔女，你冇那啱命啊！啊！你騙人花仔女，你那啱命我買，你那啱命生我買我問你，你騙人花仔女，你都咪講下答我嗌，佢係咪花仔撥機嘛？佢要講嗌啊！佢講嗌可能花仔唔係咧話你咪點啱啊！你係咪花仔佢撥機你係大啱命？你基本上以上啲花仔要你冇嘞，啊！你按聽大氹嘅吹講。呢啲啊，如果香港人咧講郁妹咧是小腳五毛啊，朋友間呢啲咪叫小腳五毛啊，佢硬郁妹先被做出嚟嘅呢啲啊，因為佢話咧講佢口中啊咧，佢口中講出嚟俾啊，幾多人家講暗示咧，係麻花仔撥劍咧，幾識似係麻花仔要女㗎冇女啊，因為佢提議咧，佢看麻花仔人按順量啊。按順量意思按人提議阿花仔本等嘅，即人順量人按後師咪人嚟啦。其實可能佢作到阿花仔人後師咪啦，佢啲嘅後師咧個容易解啊，像阿花仔人嘅女前容易解啊。你朋友家特別有啥記得朋友，即家冇解路人嘅女啦，記得你聽我講啦，假使咪要除啊。阿花仔女是佢做來女啊，佢咩講哦，我種六合菜女。或者亞女咧種棒菜來女，一唔相同話幾時血汗來女啊呢啲啊，像啲牙肉咪牙青咧都係唔係正常嘅人，係佢正常嘅人咧，佢唔可能咪騙啲老人嚟女啊，啲老人係做苦來嘅女，你望得到香港每隻人嚟做工，啲像天時熱啊啲一寒跌到冇天啊，大寒跌車寒啊。你都睇翻做過工業啲啊，同埋你為咗人用嘅資格嚟騙嘅女啊，你話佢提議咧，人喐咪咧嗌妻兒嘅呢嘢啲朋友家，佢當咪為下啲大啱命咧，佢從佢下麻花仔撥劍咧，佢是大啱命話，然後佢講下就今日下2點撥劍咪來向你啊花仔佢講啊，事實嗌牙花仔冇生性啊，同埋嗱劍向牙花仔又係香港人啊。
佢香港人啦，香港每隻人都要啊，朋友家。我想嘅東西係冇啊，或者人多啊，都咪係冇幾人多咧，因為咧香港人啦，每隻人都要金啊，唔係冇噶，每隻人都要香港人啊，我跟你講，香港人每隻人都全都金去啊，你幫拜用去買去啊，呢啲啊，像阿花姐咧，我唔可能話嗱呢類香嘅唔可能，按呢講嘅政府咧，我就應該話嘅，因為佢真正係政府咧買樓是未人貴，香港是啱貴嘅樓呢啲啊。買你香港買樓咧便宜都係超過講8萬落上落啊，講8萬啊，我意思講8萬啊，咧點止啊？今下你話冇買都500-600萬啊，朋友家很別晒，美國人講啊，都人家講黑特啊呢啲啊，冇買都夾8萬啊，香港啊買樓自高要你買樓啦，香港咧最緊要係買車樓或者街鋪啊呢啲啊，所以咧我就講呢黑政府咧，我對於樣講啊翻正。呢啲啊，一半等起嚟，係啊，特別佢講喺昆西亞花仔，佢係咪花仔撥金你哋二喐咪要5對，係啊，呢咁時冇喐咪要冇係咪花仔，我肯要一部地車啊，呢係咪花仔撥金因為意思嗱，你識看啊花仔要呢咁冇呢呢度咪需要含佢撥金到嗱，我要咩架佢商場撥咪金，呢家半夜佢肯要講熱呢嗱。叫佢台灣人殺下錢啦，加熱天嚟養我啊，跳門前養啊，嘅意思實上係博啊花仔長見養啊，撥到女出嚟養啊，佢要你計啊，係咪請我計啊花仔女啊，好彩阿花仔要講，特別冇做啊，佢阿花仔肯要講啊，見啲商係晒甩咪聽佢講啊，叫我手做到佢去銀行夾超啱女夾出嚟講啊，咩嚟撥講，佢夾跟喐咪講啊，因為佢按實撥了嚇，聽講阿花仔度人樣講啊。特別係咪點我是冇得到佢架車樓上架佢照女咧家我是冇得到啊，我得到花仔唔係人牙了，我知我得到花仔唔係人牙，叫你咪不應該問佢原來阿花仔真正係牙，我冇想到啊，朋友我想唔到阿花仔為人牙，相信佢不樣計嘅女啊，我是想唔到啊，佢到去到盡啲大眼命話，到去到盡咧跟喐咪就大眼命話，家請話，要講揾錢暴利死了。家下要講咪有我昆西亞花仔了，叫唔要下兩昆西二點撥嘅金出嚟向二，事實我金咧我意思啦，加13點我本嚟幾女啦，佢講我女賣血米面女冇本嘅啊，我嘅意思講我到咪時賣血米面我喊全到金第二我冇咧我到賣金我到咪為賣血嗱，我意思一樣呢啲朋友家。我意思格小心點講，佢間講係賣血嚟攞賣面攞，係啊，冇本嘅意思係按酷啊，搞你冇本幾間見樣嘛係間，過年我都我意思係13點，我到咪時賣血賣面，係啊，我女我又我冇咧我到賣金我到咪賣血樣啊，分面啊朋友家。我到我意思人用，我到啲咪有人喐妹咧，到假花仔講叫我看衰佢話，我嗱家兼咪向花仔，事實家兼我未向花仔啊，等於我係而家13點，我都未向13點我而家嘅人二分面啦，我而家13點啊，特別人喐妹咧，到假花仔講叫我向佢話向花仔話，佢呢一個冚家退班安樂妹仔咧，到先撥話。叫妹仔叫意思先大頭撥啊，像阿妹仔大頭撥兼間，阿花仔看到咪睇人撥咯，嘅意思係咧，阿妹仔先大頭撥，你阿撥就出嚟，意思本阿花仔看，佢肯講啊，佢講花仔，佢講周旋周旋咧下個阿妹仔撥嚟兼咯，佢講啊，叫阿妹仔咪要撥兼啊，佢講啊，你撥了花仔，佢講啊，你咪晒冚啲喐妹啊，個台灣人喐妹啊，叫花仔你撥兼啊花仔，佢講啊。大家連田飯係咪花仔撥金嘅咪意思？朋友間2-3一路時間唔明啊！你都想話幾多咪為點係咪花仔撥金咧？幾識試探埋花仔啊？要女冇女啊？人有啥講啦？幾試探埋花仔要女冇女啊？幾探埋花仔要女啊嚇？幾間冇本事計，幾冇本事計啦！幾多係咪槍嚟計啊？幾多係咪槍？幾多將花仔嘅管咧？幾多搬槍話？搬槍咧？幾多係咪槍咧？熱用假花仔之後女嚇，講呢講家要講全部歷史作藝了嚇，講呢講家佢可能花仔夾埋晒雙手咧，佢就落手啊！將花仔夾春園飛雙手間，佢都去春園飛落手啊！你分面啊？
佢阿娘先係曉得大花姐女間，嘅意思佢幫阿花姐用啊，你分面啊朋友間，嘅意思係幫阿花姐用咧，阿花姐未潮個心等人啊，你分面咪講下，意思係等人要人幫佢啊，佢希望呢你一幫嘅人是肥人話，像呢幫阿花姐人從間喐賣㗎啊，請家是咩好人嘛，阿花姐是唔啲話，係啊，阿見阿花姐就啲了。阿花姐因為記個女記踢到了啊，咧記下咧可能唔對了啊，阿花姐遲到唔對了啊，所以就唔會個叫女幫啦嘛，我跟你講啦朋友，你咧要熱牙都要熱為上嘅呀，你啲朋友要熱咧自家係牙，但係要熱咧自家咩後上啊，阿花姐就上了，到啲原來唔對喎，同埋你本人咪樣，啲人樣跌來跌去，隻女頭女樣嚇到啊！你啲阿花姐是初是唔啲話，記下咧見到，咦你本人明樣啊？從嗌到晒阿花姐照片就是啲咩晒話，你問阿花姐嗌連田發單手打本記啊？像阿花姐記三本嗌漢冇費嘅啊？你問花姐係冇？佢擺幾日佢做事咯？花姐做事，佢阿花姐別晒記三個嗌講俾嗌冇費嘅啊？嗌要攤特別漢冇費嘅，你問花姐係冇？嗌受費幾線啊？記三啊記線啦，嗌講俾間嗌漢冇費嘅啊？朋友間嗌漢冇費啊，花姐啊，阿花姐生啊，佢記線嗌講俾啊了，用即係記線嗌講俾用下，嗌漢冇費嘅啊，嗌冇費啊，花姐啊，要攤嗌嚟嘅線，嗌記生隻公仔用笑用去那啲啊，嗌漢冇講，阿花姐要當咪用冇噶，嗌漢冇噶佢費線噶，特別嗌要從別意嘅啦，阿花姐嗌講俾用下。嗌講俾間，嗌到記隻公仔笑樣咁廢嘅啲家記咪嗌講俾樣下，嗌都記公仔笑樣嗌都冇記講俾冇咪要雙費先啊，冇講計嘅女朋友間，先用嘅意思係間人生啲冇用便宜嘅女啲，你講啊？上家13點解本嘢上家阿花姐本藝女都佢講啊，呢邊嚟講啊，呢邊小事啊，見到個嗌唱見呢啲啊13點先都嗌唱見話，幾時都嗌唱見話，嗌甩蛋。見到當嗌唱機啊，佢本日13點未講啊，佢講阿花姐本嗌女話，佢要講係朋友間13點啊，佢現真用啊，佢啲熱台又雪爆啲隔熱頭女啲幾棟都當嗌係有煙啊，你又加13點，佢本日未講阿花姐本嗌女啊，講阿花姐本來嗌女啊，佢未識啊，嗌咪笑事啊！佢你班人咧，人雪爆片人啊，女計人啊，女間隔人隻頭間，幾棟都當嗌係有煙啊！咁13點佢本日未講啊，阿花姐本嗌女佢講啊，阿妹要人唱人樣喐下就隔人頭咯一面片甩起背唱緊喐冇樣啊！阿龍車嗱人嗌啱去咯，啱入條支咯，阿龍車嗱人嗌啱去咯，啱入條支咯。阿龍車嗱人嗌啱去咯，啱入條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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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龍車嗱人嗌啱去咯，啱入條支咯。我跟你講，你老公係最唔行咧，你愛條支咧，你那數現在，那數現在啊，計晒呢個咪有喐埋，你老公係最唔行咧，你認條支啦。你老公係最唔行，你認條支咧，你睇那數現在話。那數現在喐埋，你冇使你老公，你愛條支你拆2千，你本2千條，2千萬啦愛，2千40歲，你50歲就班嚟條，你實在用少少年嚟條嘢支啊，見到佢用作將作將嘅支把小船上架呢啲咪有事可能
啊，你肉买啊，你真正你唔啲小哩，反托人做到你真正唔啲小哩，你學教人啊啦，啊不要人家，啊不要人。車那人我啱去喎，我人條知喎，阿龍車那人我啱去喎，我人阿龍車那人我啱去喎，我人條知喎，阿龍車那人我啱去喎，我人條知喎，啊不。車那人我啱去喎，我人。啊不要人家舊啦超人條知啊。thì nó chắc cà mau rồi. Nghe không? Thường nhân nhục mọi nhân nổ xí mồ à, chỉ các oi lôi ra oi chọn mồ nhung phiền là phá chế đấy. Kỹ còn ngay con sư à phá chế, hàm mà phá chế bụt kim ra, yêu hay tài ngắm miệng à. Ngay cả như còn nhục mọi như ra, ông sĩ cho ăn tôi,東西là như xỉu lý nhìn à, chính chí mà,世界上真係最少啲嘢，舊咧啲超人調知道要嘅。一幾個矮點知，矮點知矮冇長人牙就喺度西去調知嘅，你看下，你多能望下，啊！你看你舊咧一點知樣。車那人人聽下，我啱去喎，我人調知喎，阿龍車那人我啱去喎，我人調知喎，阿龍車那人我啱去喎，我人調知喎，阿龍車那人我啱去喎，我人調知喎。阿龍車那人我啱去喎，我人調知喎，阿龍車那人我啱去喎，我人調知喎，阿龍車那人你看一點知嘛？呢度啊咧。你看你台灣豬嘅，你台灣豬幾多杯水？你台灣豬按杯嘅，台灣豬，你台灣豬真裝杯水嘅，你係叫台灣豬嘅你了，叫別賣台灣袂杯嘅，得我香港人用班了啊，叫得我了，你台灣豬真裝係杯嘅，你台灣豬真裝係杯嘅，台灣豬才是台灣豬啊，cái豬擺埋去台灣賣嘅，加蘿蔔為杯嘅。得啱苗下兩個名水咧嘛，你咧台灣豬還杯水下，肉咪你豬擺埋台灣咪按杯你下，按杯嘢你講俾一時按定然驚嘅，嗌咪準時係咧，嗌日日水攞嚿錢喺度準咧，嗌咪驚肉咪驚時係咧啊，嗌咪驚肉咪驚時啊，日日又水啊，朋友講嗌日日準到天光啊，肉咪台灣是按厲害嘅冇搞嘅。有啥未驚嘢咩？我未驚事係係我前樽啊，我炒日日有冇水啊？樽到天光啊！我呀，你台灣豬台灣你應講台灣閪啊！你哋台灣豬啊，台灣豬咧印尼豬埋去台灣啊，為妹啊嘅，嘅印尼嘅豬幣啊，你都埋去台灣啊，交去台灣為妹啊！啲印尼豬咧交去台灣為妹啊！我咪準時我咪驚冇用睇啦，驚肉咪突然會肉咪你下，厲害啊！你搞台灣蘿蔔嗬，你搞台灣蘿蔔咪厲害下，我咪驚死啊！雞散肉咪，我差不多冇水冇日準到天光驚肉咪，我前驚朋友講驚我咪驚死肉咪，我前驚我咪驚死你
人咩一年祭拜啊，一年吼，cái祭拜咪係台灣搞個羅災吼，搞個蘿蔔嘅災吼，你搞你ảnh hưởng theo hả？搞個蘿蔔羅災啊，你搞你啊，theo à lông chín điều chi nhất祭拜係那屬現在兩嘅肉賣，肉賣我講你講咧，你老公係災用硬嘅，你咪有屬現在兩嘅啊，咪有假災啊，啊，像一樣人咧看一面都一祭拜係啊。人是講一祭拜去，人家都看出咯。你話一面本等一面近咧，都係祭拜去面啊。你話一人咧，一拿實安提人啊，你話你每日都係調子去量啊，人啊看出啊。因為一面咧前人調子嘅面啊，看出啊。你啊，人是講人家都看出啦，一面誰係人調子嘅面啊，人是啊攏前嘅面前寫講調子啊。你本等一面都係人調子嘅面啊。咁你講啦，應是啊攏錢噏支幣去啊，一條支啊攏錢，啊攏錢噏支幣去啊，一條支啊，你講應是講人家都看出啦，啊，你話人看出一面水啊，一面水本底係人條支一面水未上來，啊，一面水係人條支人家看出，啊，應是又喺度聲，啊。啊！你曉得你騙你啦，你冇騙一本等一面都人掉錢。啊，我安開喎，我人掉錢喎。阿龍車啊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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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安開喎，我人掉錢喎。我同你講從一咧樣係知本來攏錢掉，你本來攏錢係木卡係舊掉啊，本來攏錢係嘅木卡嘅門背一條舊掉啊，因為你本來攏錢係舊掉啦，啊攏錢條掉一啫，因為你老了啊，你50lang歲了，因為你50lang歲了啊，攏錢先40歲啊，點知嘛？你50lang歲啊，攏錢先40歲啊，叫班掉一知。啊，點知嘛？你本來攏錢嚟木面前那條舊條，梗係度先。朋友家拜拜啊！你啊嗌下咯，拜拜。啊，因為我白開哦，啊攏錢嚟舊條嘅哦，啊因為我白開哦，本來攏錢嚟木卡條舊條哦，啊攏錢嚟舊條，啊因為支拜哦，啊攏錢嚟舊條，啊因為我白哦，啊因為我白開出啊攏錢嚟嘅舊馬舊公條哦，啊因為我白本啊攏錢嚟舊條哦，啊因為我白本啊攏錢嚟舊條哦。